欢喜、乐乐、人生进入你的圣殿，你是我的上帝，我是你的百姓，也是你草民。我咱来敬拜，这个助力的降落，我这堂堂的做，伫你的面前，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早起咱做伙来遮敬拜上帝哦。咱即摆来串联今日的诗歌。咱先来看《信诗》第45首，《信诗》第45首，厝若毋是主教咱起。咱来看歌词哦，咱来看歌词。咱第一则是。厝若毋是主甲咱起，就是拍算工。就起是拍算工。城若毋是主修招庇，就人过城空空。啊，第二则是恁早早起，跋到暗暝，跋到暗暝。哦，跋到暗暝。恁早早起，跋到暗暝嘿。嘿，跋到暗暝吼。跋。嘿，应该爱注意的所在就会遮啦。咱来因第一集、第二集。听。所爱的人。也听啦，下面的注音是听。哦，所听的人，互伊所听的人。咱来看第二首，第二首是《信诗》第433首。433首，恳求上帝施阮赐福。这首大家拢真熟啦，哦。咱来用第一集甲最后一集。是多少？
就通耶和华通找着时来找伊，伫伊三更的时叫伊，歹人就离开伊的路，不义的人就改换伊的念头。归往耶和华，伊要怜悯伊；归往咱的上帝，因为伊要变行赦免。咱来唱歌学了上帝。信诗第45首，信诗第45首，厝南是甲主甲咱起，请大家起立，咱来念全首。南是主甲咱起，主起是怕生人，向南是主受教训，主南国下。咱用来讲读咱新的界面，新的界面是信息的头前，来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主你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源头。我用新的界面互你。就是恁着三听，是我来听你，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怎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咱来教读启应文第27篇，启应文27篇，记在咧信息后壁，是对诗篇130篇来的哦。来，启应文27篇，我来刻，请会众来译。耶和华，我对深渊求救你。主耶和华，你若口砍罪恶，是水徛会牢。我听候耶和华，我的心神在听候。我的心神听候主，比酒见的人听候天光较切。以色列啊，你着仰望耶和华。伊的确救赎以色列。请咱同心来祈祷。在天的阿爸爸上帝，天地万有的主宰，我要感谢俄罗你。今仔日是你指示的日子，感谢你搁一摆应带阮来到伫你的圣殿内面，愿众兄弟姊妹满心欢喜，三角组织要来敬拜你。虽然有淡薄仔兄弟姊妹因为疫情的影响，袂当到圣殿来，毋过因拢伫网络甲阮做伙。三角来敬拜主你，主你是伟大，权过遮天，你的奇妙深过大海，你事关生命，佮创造宇宙万物，这一切拢爱归伫你的名，拢爱彰显你的荣耀。天父上帝啊，我感谢你，你的话是阮生命的真光，伫你内面，阮就有真正的满足。叫你赞阮会当常常倚靠你，愿意用信心来回应你的信息。有时阮过头倚靠阮目睭所看到的，比到阮陷入走投无路的路径。求主你赦免阮的软正甲小事，
互阮看见，只有你才是正路，你就是阮一生的倚靠甲照伴。伫天的阿爸爸上帝啊，阮感谢你拣选阮来行做你的囝儿，互阮通承受天国的福气。感谢你来进入阮的生命中，互阮的生命甲你相结连，照着你的话，知你的心意。阮愿意行伫你真理的路，互你欢喜的面常常恩怨。也愿主感纳阮真心的敬拜。伫今仔日的敬拜中，继续对阮讲话，互阮的心向上帝道来天开，互基牧师会当成做你的出口，用你的道来教示阮，将生命的道路指示阮，将属天的平安赐予阮。愿安尼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咱要来学乐。要请圣歌队今日要学乐的诗歌是《万米就来唱歌》。受造万物，着吟哈利路亚；天顶地下应讲哈利路亚。对沙漠，直到伫悬山；对树林，直到大海，万物着来唱歌。咱来看圣经啊，领受上帝话。今日要看的所在有两个所在，第一个所在是旧约创世纪第3章11节到19节。第二个所在是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到19节。伫咱的招牌后壁面嘛有记载啊，我来念。创世纪第3章11节到19节，11节，国是水甲你讲，你汤捌体。
我吩咐你毋通食迄丛树，你食伊吗？”迄人讲：“你所予我最伴的妇人人，用迄丛树的果子予我，我就食伊。”耶和华上帝对妇人人讲：“你所做是甚物事？”妇人人讲：“蛇引诱我就食。”14节，耶和华上帝对蛇讲：“你已经做这个，所以你受咒诅，比一切精神，甲山野一切走兽较重。你要用8道行，一生食土粉。我要互你甲妇人人结冤仇，你的后裔甲伊的后裔也结冤仇。伊要伤你的头壳，你要伤伊的骹后端。佮对妇人人讲：“我的确大加添你怀孕的艰苦，你要艰苦生囝，你要恋无你的丈夫，伊要管合你。”17节，也对亚当讲：“你已经听叹你的妇人人的话，来食我所吩咐你毋通食伊的，所以土地因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一世人劳苦，才对伊得到食。土地要为着你发气魄甲一个，你也要食园里的菜色。你要汗流满面，才通得到食，到你归土，因为你是对土摕出来，你本是土粉，也要归伫土粉。第二个，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到49节。45节所记载也是安尼讲：头一个人亚当，正做有血气的活人；落尾亚当，正做手术活的神。总是神的，毋是大神，是血气的大神。神的对后，头一个人出伫地里，属伫土的内；第二个人出伫天里。48节，迄个属伫土内的是怎样？既若属伫土内的也是安尼；也迄个属伫天里的是怎样？既若属伫天里的也是安尼。咱既然穿属伫土里的形状，也要穿属伫天里的形状。愿上帝赐福，互听伊的话人。咱今日真欢喜，咱的上帝季牧师要来甲咱传讲上帝的教示。今日牧师要讲的题目是亚当 VS 耶稣基督。请季牧师。亲爱的姊妹，亲爱的兄弟，感谢主，看到恁真欢喜，真正看到恁真欢喜，伫基督中常常笑脸恁，来到建成，就感觉讲，这是一个温暖的家庭啦。上帝教会真正是温暖的家庭吼，大家足欢喜，要来敬拜。礼拜线吼，嘛，若有代志先转去，无代志吼，拢毋甘转去呢。大家拢咧拼讲，啥物人较慢转去吼。感谢主吼！咱阁有2个好牧者吼。我安尼疫情吼，安尼，就有时啊拢网络做礼拜啊，嘛真久无看到你啦。哇！林牧师吼。不时就敲电话，我毋免啦，我牧师毋免敲，你回友就好啊。伊讲你嘛是回友啊吼，咧足人甲阮关心的啦。听到牧师娘讲这安尼酸痛酸甲，我搁安尼带阮去看迄个中医啦，郑宏祖啦。我讲好啊，我去啊好啊，无顺便看者吼。感谢主，安尼林牧师陪阮来对挂号开始哦，甲摕药结束伊讲伊有代志结果伊嘛陪阮到落尾感谢主真正敢若是回娘家啦真正是咱建成教会真正确实无共款呢，真正是安尼一个安尼上帝的家啦听到献歌队的诗歌万米就来唱歌确实真水的声啦，真正万米就爱来唱歌啦
迄诗篇100篇讲，全地就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伫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就知耶和华是上帝。吼，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就用感谢入伊的门，吼，迄个耶路撒冷有一个门，用俄勒入伊的院，吼，无共款的院，外邦人、妇女，啊个吼男人，啊个要迄个个上尾，迄个至圣所，啊，就感谢伊俄勒因命，因遐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阿免，感谢主。咱先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早起愿你的圣神领带到你的圣殿来敬拜，愿你的神甲阮三角地带，互阮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阮的上帝，你是阮的主，阮是你所创造。我们欢喜进入你的圣殿，学乐敬拜。领受主你的话，正做咱骹前的灯，路上的灯。愿阮的敬拜，正对旁旁的这受你的感谢，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免。16世纪吼，迄个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伊是咱改革中的创始人。啊，这个加尔文伊有提倡一个有定论啦。伊讲吼，拯救甲定论是上帝所注定。啊，伊有对改革宗教会提一个真重要的贡献，就是讲提醒信徒，都爱会记的哦，常常会记的，将生命的主权交还给上帝。哦，上帝是主，毋是我，乃是上帝伫我内面的作为。哦，啊，基督是我的主，上帝是我的牧者，咱是伊草场的羊。不管你有同意这个加尔文这个有定论啊无啦吼，咱确实是生活伫受有定的环境啦，国家的因素。啊，咱种族吼，咱是黄种人，啊，文化吼，中华文化，啊，台湾文化，这种啊，注定咱的性格，注定咱的体质吼，迄个环境注定咱的体质，伫寒天的所在、热天的所在，吼，啊，咱是亚热带，吼，每一个所在拢无共款，吼，你若甲迄个。到即个南边去，吼，热带的地方吼，无人咧穿西装啦，西装穿袂掉咧，真正。吼，就是讲迄个文化，你要对迄个文化，啊，特别吼，咱出世了，无共款的宗教信仰，会影响你的世界观，啊，影响你的生命价值啦。无说你有细汉的时吼。啊，因妈妈足敬虔的，啊，拢灌一骹迄个米篮啊吼，吼啊，着放一寡果子啦吼，啊，着主啊来，啊，着带啊去迄庙啊吼，啊一间互甲拜看卖，啊，再搁一间啊，搁甲拜看卖，吼，安尼所有四界拢去拜，望讲啊呐，囝儿孙吼保平安，吼。将来大汉大趁钱，感谢主吼！迄个莫素娘伊伫迄个大学的时阵，安尼受到上帝甲拣选，哦，后来吼，因各个的查某囝啊，甲各个的迄个两个后生吼，拢信主。啊，阮丈人啊嘛洗礼，阮迄个因的大哥嘛拢洗礼。啊，阮阿哥咧努力中间吼，真正要带人信主吼，啊，就是有时啊真正啊上帝圣神咧做工啦。伊讲
平时啊，伊都毋捌来教会，啊，教会人伊拢毋捌咧。伊讲啊，无来做礼拜，我做礼拜，啊，我拢毋捌啦，想要去做礼拜，吼。所以真正就是爱圣神的引带啦，吼。我一个朋友，伊的爸爸吼，无信，但对基督教足爱。啊，因妈妈是慈济的合唱团啦。啊，讲里面来带信主啦，感谢主。刚讲因妈妈就信主啊啦，洗礼啊。啊，因爸爸还袂洗礼，啊，毋过伊伫破病伫咧床诶。伊甲因爸讲：爸，我要甲你讲一句严肃诶，阮拢洗礼，拢基督徒，阮后摆拢等去天堂吼。啊，我想讲你做伙来，吼，你也无洗礼，啊，做邀请你来洗礼。伊讲。我早就准备好啊，我等你的邀请咧。哦，感谢主呢，伊拢是真正勇敢甲讲了，讲因爸讲伊准备好啊啦，实在想象袂到。啊，人类吼受到两个关键的人物所互甲咱有定啦命定，一个就是亚当。啊，其实亚当诶原文就是人类啦，人啦，哦。啊，另外就是啥，耶稣基督，哦。啊，耶稣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主是救恩。啊，基督咧，基督是受抹油的弥赛亚救世主。所以亚当啊，甲耶稣。甲咱有啥物款的关系？咱头前咱讲亚当夏娃甲咱的关系，伫即个创世纪第2章记载讲，上帝交托亚当夏娃3项的命令。啊，亚当夏娃伊都要遵守这3项命令哦，敬虔敬拜上帝。遵守诫命，啊，尊重上帝的主权带领，所以伊伫按着爱殿园过着安那平安欢喜啊蒙福的生活。咱看讲上帝交托亚当夏娃3项命令是啥物货？第一项。上帝交托予亚当夏娃做上帝管家啦，管家的职责。上帝叫亚当夏娃伊啦，互伊有伫责任来管理爱殿园，甲牧养的工作。那咱今仔来讲是包括环保、生态，今仔的即个。关键证搁较宽，所以2章15节，上帝讲，甲迄人安置伫爱殿园，叫伊耕作、固守爱殿园，来分担上帝管理甲牧养的工作。第2项的命令是啥物？上帝互亚当夏娃有自由意志。互人有自由意志，凡事拢通啦，凡事拢通，你有自由来选择。2章16节，上帝命令迄人讲：园内所有任何树的果子，所结的果子，你拢会使食。这个果子就是上帝讲，一切。凡事都可行，你有自由意志，你拢会使。第3项命令是啥物？第3项就是上帝禁令啦，上帝诫命。上帝对亚当夏娃讲：只有园中迄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你毋通摸，毋通食。你若食迄只，你的确会死。
亚当夏娃受了上帝的即个受托，做上帝管家。上帝可以有自由意志，凡事拢通，但是伊就要遵守这三项的命令，就要遵守。这三个命令其实是上帝诫命啦，吼。伫上帝主权的轨道，吼，上帝主权的轨道，吼，伫遐来尽管家的责任，才会通食做尽忠的管家啦。伫上帝主权的轨道，伫遵守上帝诫命内面，来运行伊的自由意志，都是有真正的自由啦。伫上帝诫命内面，上帝轨道内面，主权的轨道内面，才会通有真正的自由啦。若是违背上帝诫命，吼，脱离上帝的迄个轨道，主权的轨道，吼，就是死。亚当夏娃，因伫即个爱定，伊都要遵守即三项哦。做上帝管家，伊有自由意志，然后伊嘛爱有遵守诫命，袂使违反禁令。即三项吼，欠一项都袂使。若欠一项，人就败坏堕落。所以亚当夏娃伊遵照上帝的主权，尽心尽意尽力来遵守上帝诫命。顺服上创造主，分担上帝工作。但是啦，创世纪第3章，却正做讲亚当夏娃犯罪受到刑罚的记述。亚当夏娃的故事代表人类犯罪、堕落、败坏的情景。罪是甚么？罪就是原文就讲不中目标 ，miss the goal。敢若像讲咱咧射箭，无射到迄个正中的红心啦，吼，偏离靶心，偏离靶心，无中目标就是罪。所以魔鬼想要来，我所以讲哇，你亚当夏娃遮尔顺坦上帝命令，想要来啊？试探亚当夏娃，要引诱亚当夏娃对抗上帝主权，来偷食禁果。咱知影讲，耶稣伫迄个马太4章1节到11节吼，耶稣禁食40天，魔鬼带伊去，魔鬼来即个试探耶稣嘛，但是耶稣拢过关，因为每一个试探耶稣拢尊重上帝主权。其实耶稣伊就是上帝嘛，伊要做足简单，但是耶稣伊真做人，真做救世主，伊无受了试探，赢过试探。因为为什么伊会赢过呢？因为伊尊重上帝主权，上帝圣神的馈赠伫伊的身上啦。这创世纪第3章吼，你讲去讲魔鬼试探亚当夏娃，这个蛇就来问这个查某人讲上帝敢真正禁止恁食园内任何假树的果子？这夏娃就甲回答讲：吼，所有的果子拢会使食，干那园中迄个果子袂使食，甚至吼禁止我嘛，袂使摸，吼，袂使看。若唔听吼，阮一定会死。这个禁果，吼，就是代表上帝的主权。
禁果代表上帝命令、上帝诫命，吼。受造的人袂当对抗创造主上帝。哦，其实10条诫，迄个第1诫甲第2诫拢嘛是讲，你要尊重吼，独敬拜上帝。啊，你袂使为家己来雕刻，啊是讲做迄个偶像来敬拜，知影啦？真心、真意、真性、真力来听主来敬拜。啊，即马魔鬼就教用即个扭曲的方式哦，重复上帝话来回答哦。即个魔鬼就甲夏娃讲：啊，无一定会死啦，不见得啦，恁袂死啦。上帝吼，知影你若食了迄个果子，目睭会开，会亲像上帝，你们会像上帝一样，会当分别好歹，会当明白一切。哦，魔鬼要挟了讲，要挟夏娃，你若食了会亲上帝啦。哦，咱逐个人真正逐个人，上帝是讲，甲上帝主权，吼，甲即个生命主权抢来。我做主，上帝咧听我。你若去遐庙啊，遐神明拢爱听你。我甲你讲啥？1项、2项、3项、4项、5项、7项，10项，你拢甲做甲对，好，我要大甲你奉献。哦，即个夏我听人安尼讲，这蛇继续甲即个夏娃哈。我讲恁的上帝伤过自私啦，伤过独裁啦。恁啊起来哈对抗创造主上帝的主权。夏娃听了，啊就顺探魔鬼的游戏，啊就去甲迄个禁果甲摸看卖，哇进一步甲挽起来食。所以犯了3项的罪啦。第一个就是偷食禁果，忘记他袂记咧伊管理的职责，吼，管家的职责哦。第2就是亚当夏娃曲解自由意志，凡事拢通，我什么都可以做，我有自由意志，来对抗上帝主权。第3。违反上帝禁令、上帝诫命，对抗创造主上帝主权。亚当夏娃管理爱电农，管理这个世界的环境，有自由意志，凡事拢通。保罗先生讲，凡事拢通，但是无拢为利益；凡事拢通，但是无拢结入德行啦。自由意志，伊就爱遵守上帝诫命，吼，袂使脱离上帝主权的即个轨道，吼。若是违反诫命，若是脱离上帝主权即个轨道、即个轨道，安尼就是死。其实你看，万美的驱神拢有一个轨道，有一个轨道。吼，咱咧拍篮球运动，嘛拢有一个规则啦，有一个范围，你都袂使违规啦。安尼即个球类才有法度进行啦，若无足乱的啦。我拢会使，什么技术拢会使表现出来。脱离轨道就是死，就是毁灭啦。咱暗时有看到流星对吧？流星啦，吼。流星就是彗星群、彗星群，吼，伊安尼向强，安尼太阳安尼咧进行，换到地球较近的时阵，伊就脱离迄个轨道，就全落对地球来，碰到咱的大气层，就烧去，烧去咱就看到迄个流星有迄个光出来。创世纪第3章甲咱讲，
亚当夏娃顺探有识者，顺探魔鬼，将上帝的诫命、上帝禁令曲解做讲自由的选择啦，误用自由意志，伊背叛上帝的旨意，反抗上帝的主权。魔鬼引诱人的即款的贪心，无业的即款的欲望，引诱人相信讲，伫创造主上帝以外，在你们的基督教上帝以外，我有足多神明，我有真侪我的看法，我会当找到我的理想，找到幸福的生活。幸福的世界，魔鬼诱惑即亚当夏娃，认为讲食禁果，反抗上帝，无遵守上帝诫命，无尊重上帝的主权。这是我的自由。所以因犯罪是因为误用上帝所予伊，这自由意志是上帝所赐予咱的哦。你们讲，我有这自由意志，去反抗上帝的诫命、上帝的主权。所以第四教讲，人甲上帝隔离，到尾结果受赶出乐园。今仔日魔鬼引诱者有原是要用各种方法来诱惑咱。对抗上帝诫命，脱离上帝主权的轨道，诱惑咱顺探私欲，自高骄傲，用世界荣华富贵、金钱地位权势，敢若是魔鬼的试探耶稣共款。你拜我所有遮荣华富贵拢互你，魔鬼用咱来诱惑人犯罪。互人因为物欲、金钱、权势、地位陷入伫罪中，所以今仔日人类的即个自我骄傲的罪，不断发生伫咱生活中，对细细咱人的心灵，假是讲一个做总统、做领袖，正做一个独裁者。咱讲中国制造即款病毒，咱毋知讲是要发动即个病毒的战争，还是安怎？外泄病毒外泄，即个 COVID-19 3年久，真正互咱安尼礼拜也袂当聚会，咱爱喙南拢爱定挂掉咧。阮即摆退休的牧师搁要食饭，逐个拢毋敢。有一寡迄个聚会食饭拢取消去，毋过甲顶礼拜顶礼拜大家才讲，明仔载拍，阮去61个参加啦，嘛还佫有真侪人毋敢来啦，上感动的有一个牧师娘伊是癌症的，化疗化到安尼身躯真衰弱牧师嘛甲带来，阮哎哟，哪会安尼？阮足惊的咧。毋过伊感觉无甲带来，一定爱甲带来，带来对伊安尼，伊会感觉足欢喜的呢。即个 COVID-19 3年外后，安尼630几万人过身去啦。你看3年久630几万人过身咯。即个5亿6千外人确诊，咱教会嘛真侪人确诊，牧师嘛人确诊呢。阮内湖教会牧师全家干那因囝无确诊，规个拢确诊。阮查某囝全家嘛确诊。感谢主，感谢主，上帝保守咱，咱大家拢平安。毋茫讲即个 COVID-19 紧紧离开咱啦，所以讲，你看。经济，佫咱的即个交通一切啦，拢受了影响啦。
吼，即摆安尼，经济拢安尼，即个通货的膨胀，真来真少对即个变动，你看产生遐大影响。咱讲安尼，中国的即个习近平，逐工都派飞机来甲咱扰乱，想要来安尼侵略咱台湾，嘛，互咱感觉心内安尼感觉安尼，就是有一个压力伫迄个所在。搁吼，一带一路，名义上我甲你帮衬啦，要帮衬遮弱小国家，其实呢想要甲侵占、控制。1990年，苏联解体，分做20几个国家呢。哇！一个普丁起来讲，搁甲收转来，一个想要甲收转来，即啊，以后搁发动迄个乌克兰的战争。你搁看安尼，偌济家园建筑物，拢叫弄甲歹歹去，偌济人死死，偌济即安尼细囝人无厝通去啦。即摆逐个外国收留迄个难民收甲拢惊着，讲过来无法度收啊！真正吼，这拢啥？罪的苦楚啦，罪的苦楚。咱知5月16日，你看伫中国，伫迄个美国，迄个南加州俄湾教会嘛，俄湾教会讲，无来无去，做礼拜煞下晡时咧交味讲，一个安尼枪击犯入来安尼。拍死一个医生，搁5个人搁受伤，这敢是罪？这是罪的因果嘛？这个特别，咱知影，咱所尊敬的这个日本的迄个前的首相安倍，伊是咱讲伊是啊，伊真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咯，是政坛的巨人咯，政坛的巨人，伊。做9年久，2年连续2摆安尼做9年久，足用心，要互日本安尼，大家人民通安尼提升，搁想要修改宪法，无代无志，甲拍死，甲暗杀，真正咯，全世界拢着惊啦。咱台湾嘛有啊，咱7月14。迄个南投的即个来生物科技的公司啦，安尼4个人去拍死，1个人受伤。为什么拢会发生这代？就是因为抢夺上帝的主权啦。咱的性命是上帝主权、上帝主管的呢。这安尼枪击犯。安尼大主大意，甲人暗杀，甲人杀死，这都是魔鬼罪啦吼！私欲，互人安尼伫迄个私欲骄傲中间，甲人的骄傲私欲取代上帝主权啦。无伫因的眼中无上帝，上帝是我的对敌，断绝甲上帝好好的关系。所以，真做一个歹人啊！所以，人原本是好啊，所以即马人来悔改，悔改认罪，才会当恢复上帝伫咱身上创迄个原本的创造尊贵的形象，才会当甲上帝和好啦。这个约翰一书1章90讲。咱若承认咱的罪，上帝是信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咱拢总的不义。亚当夏娃伊受引诱犯罪，决定偷食禁果，反抗上帝禁令，受到刑罚。为什么袂通得到上帝赦免？上帝敢是怜悯有慈悲？一摆搁一摆赦免以色列百姓，显然亚当夏娃袂当得到赦免，
这代表讲人类吼，骄傲、固执、自我中心，掠做讲我毋免悔改，无承认我的过失，毋肯对家己的决定来负责。所以箴言28章13节讲，暗砍家己的罪过，一定袂行通；认罪悔改，一定得到怜悯。阿当夏娃因将因犯罪责任撒互别人啦。阿当撒互夏娃嘛，夏娃佫撒互蛇。因无认为讲我毋对，是他不对。所以当因决定讲要倒撇这个责任，将因的过犯来撒互别人去承担，就命定因的过失、因的罪，袂通得到因的悔改来得到上帝赦免。所以因就受赶出乐园，过着悲动大、劳苦生活。阿当夏娃毋肯伫上帝面前悔改，承认家己违反上帝过犯，求主的怜悯，所以因决定将责任撒互别人，毋là因家己受咒诅，因嘛连累自然界受着伊的连累。今仔日咱人类的命运，嘛就受着因的连累，咱变带着原罪啦，我们带着原罪，脱离上帝主权的统治。所以人类自古骄傲、自我中心的，内心毋反悔，反正咱这世界不断为着家己来制造神明啦，来铸造偶像来敬拜。世间人离开独一上帝创造主去敬拜家己所以爱的偶像咱基督徒伫台湾真少差不多4%-6%嘛但是80%-80%拢是敬拜这个偶像。咱的庙宇万外间呢，教会算算了3000几间尔。但是这个神明有3000外尊啦。古代你算，看你拜哪一个拢会使，有的人拜几个，有的人所有啦，有神就拜。所以，但是伊毋知伊咧拜啥。所以，人是创造主上帝所创造咱是土粉嘛，伊是创造者。若离开创造主上帝的这个轨道，咱就无活命，咱就陷落伫罪中败坏。所以人类就开始过着自我中心的这款的，家己我就是主，来支配咱的命运，背叛上帝，离开上帝。创造人原本迄个目的，原本迄个失去上帝伫创造照迄形象创造咱失去上帝伫咱内面原本迄个上帝形象啦，失去甲上帝搁好，上帝是咱的对tượng。所以，当咱发现讲，咱有足侪这过犯，但真自然，咱的原罪就是将责任撒互外来势力。咱肯定讲，我家己自我的主权，我有一天会出头天。其实，抵得创造主上帝，内心毋反悔，最后是走向灭亡。所以人类的历史这个就因为始祖亚当夏娃，咱是命定的这款无法度救家己，愈陷愈深的。所以罗马书第7章
18节到19节，保罗先生讲，我知影伫我内面无好，若要讲行好，我会讲；若讲要做，我都做袂出来。所以我所毋爱，我所爱好，我袂当做；我所毋爱歹，我反倒去做。所以这就是第一个亚当带予咱的原罪命运啦。所以始祖亚当夏娃受赶出这个爱甸园，但是上帝伊愿听因咯。上帝为着亚当夏娃用野兽的皮做衫，互因穿。第二亚当耶稣基督改变咱的命运。亚当是土做的器具上帝用土做，上帝互人真做有灵，人是属血气的，但是保罗先生讲，耶稣是第二亚当，即个耶稣伊改变人类历史的一个人物，伊是上帝的囝，伊对天落来，使我咱伊是属灵，伊使我咱有圣神，伊是属灵的身躯，伊是上帝，真做人，伊谦卑降世来，真做一个世间人的救主，互咱的罪得到赦免，恢复甲上帝好好的关系。所以约翰3章16节讲，上帝疼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世间，互见若信伊的人袂沉沦，会得到永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互咱一个模范，就是伊处奴仆的形象。伊讲，人子来，毋是要互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佮要牺牲性命做济人的这个赎价。因为伊会救赎，互咱会通对罪中间得到讨办。耶稣基督伊是无罪，但是上帝互伊真做，即为着咱来讲，真做有罪，互咱通过耶稣基督，甲上帝建立和好的关系。世间人犯罪，偷食禁果，违背上帝诫命，对抗上帝主权，看上帝做罪孽，甲上帝失去和好。耶稣来世间，为着要互世间人搁一摆甲上帝和好，因为伊的降临宣告上帝主动甲人和好。所以讲，保罗先生讲，老人伫基督内面，伊就真做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但拢变成新的。愿咱伫咱的生活中真实甲耶稣基督结连。借着耶稣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的作为，互咱将生命的主权做彻底转移，将生命主权交还互上帝。亲像保罗先生所讲，现在活的无搁再是我，乃是基督伫我内面伫活。基督是我的主，上帝是我的上帝。愿上帝主权统治，行伫地上，亲像伫天里。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主你的救恩。虽然阮伫生活中，阮时时刻刻来陪伴主你的旨意，魔鬼来诱惑阮，互阮陷落伫罪中间。主啊，你的圣神启导办，互阮会通一摆搁一摆认罪悔改，互阮愈来愈认捌主你。你的恩典，你的疼痛，丰盛伫阮的内面。主啊，愿你帮助阮，互阮才会大声受救赎的，
成做主理的视角，学习主理的模样，来将主理的救恩，伫阮的生活中，伫阮的朋友中间，伫阮的教会中间，成做主理传播的视角，互你将主理的主权，搁一摆将阮的主权，搁一摆交还互上帝，互上帝来掌管阮的活命。愿你的主权来临到伫即个地上，亲像伫天的一般。所有一切的这罪恶、魔鬼的诱惑，愿主你通过主你的性情、主你的灵面，来除去所有这一切这不义，互即个世界成做爱殿园。伫地里亲像伫天里，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咱感谢季牧师好的勉励，咱用诗歌来回应上帝的教示。圣诗第433首，圣诗433首，恳求上帝施恩赐福，请大家起立，咱来专首。进行今日的奉献，咱请同款的同工来服侍，请大家用感恩的心，咱来献给上帝。
会将咱起立，所咱来唱后下的诗歌。请坐，咱要来进行咱公道的时间哦。请咱掀开咱周报的内页，咱来看咱有大道的事项。第一，教会仪式，新传正信道，万民该祭司。咱要大道的事项，第一，为着机体，为咧调用中的经主、回应王兰、雪英、义梅、甘基、玲玲、玉苑、美芝。丽慧、秋敏、刁民、丽水、惠中、信雄、秀良、道昭、一乐、德明、一利、刁太牧师、相邀、玉秀、秀英，一寡兄弟姊妹祈祷。啊，搁福建中的刁民、树君、美美、千惠父亲来祈祷。啊，搁一寡较近基嘅吼。第二项，为着教会各团契事工。伫7月份陆续恢复正常运作，咱来献上咱的感恩，愿主保守激励大家，听主搁较深。第三，为着咱台湾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等有主的立理，愿主保守台湾伫年底的选举会当理性共备，互相尊重。咱为着这块代志，咱来出声来祈祷。在天里阿爸被上帝，愿深深恳求你帮助阮，恳求主你来为阮赐福，互阮的烦恼在主你的眷顾中会当得到讨白，互阮的欠缺在主的赐福中拢有报应，互阮的病痛在主你的照顾中会当得到医治。阮也要时时倚靠你，因为你是阮一生的主宰。阮教会未来的事工，会当得到你的保守看顾。阮国家的疫情的控制，阮民生经济压力，求主你来成全。全世界的和平，也求主你来保守啊！阮将阮的祈祷甲恳求摆咧伫你的面前，求你来接纳。阮也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做声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报告哈，咱澳洲的聚会，请
请大家若有参加吼，有伫登记内底，请大家参加的人去参加哦，莫袂记的。咱教会消息第一条，7月16到26，咱2位牧师安排修年假，期间有7月20拜3早间基督会暂停一届哦。若有重要的代志，请你联络咱本堂的2位第2长老啊，正门长老甲内关长老。第2条，请各团契会计上班伫本主日，将上半年的收支结算交予干事吼，来方便咱检销委员来查销。第3，7月18拜一下晡4点半进行咱教会定期的消毒。第4条，4月30拜6下晡2点要召开小会，下晡3点半召开中职会，请中职来留意。第4条，7月31号礼拜要举行圣礼典哦，请要受洗还是捐圣礼兄弟姊妹，咱的长老来报名。第6条，7月31号同工，迄天咱的主日爱餐就要恢复供应啦吼，请咱用感恩的心来为爱餐侍奉小组的所有的成员来祈祷。第7条，近期请留意个人身体的状况，若有确诊居家隔离，也是需要自主健康管理的状况，请一定要遵照防疫的规定，关注医治甲平安，甲大家同在。团契消息，第1条，7月31日主日爱餐就要恢复，主日爱餐了后，咱的轻食团契嘛要恢复聚会啊。主题学3个呢，读经的心得分享，啊，阁有大家新妇的对论，啊，阁一个夫妻的商谈吼。第2条，8月20号到21号，咱青少团契吼要有夏令营，就即马开始报名。啊，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咱要伫咱教会，就伫咱台北市来举办，就无要带外口啦吼。欢迎厝里有国中、高中、大专的学生囡仔来报名参加。过来教界的消息哦，因为咱牧师是台北教社部的部长啦吼，所以咱要回应上帝所交托诚做正中的管家，所以要伫9月24拜6迄天举办3支海岸净滩的行动，名额有限吼。所以要报名的个人还是团契拢会使，紧甲干事来报名。报名费一人是200块，哦，若团契当来足钱来补助啊。费用这200块是包括有游览车、有保险，啊，阁有食中昼吼，啊，阁有赠品，啊，阁有赠品，敢若阁有啥物？我拄仔有偷看到啦，有迄帽仔啦，啊，敢若啊，阁有迄啥物？好像不是 T 恤，我记得我看到的是那个什么萝卜糕。我再去看清楚，我记得他写3样，我现在记得2样，老了记不得了哈。来吼，请大家吼去甲迄种干事来报名哈。啊嘛是捧我们牧师的场啦哈，义杰牧师是我们社教部的部长嘛哈。还有没有别的要的补充的？没有的话，我们就来要上演哈，上演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啊！上演出来，请季牧师甲咱演练。愿咱救主耶稣基督，人人天主名，以悲伤的受死。这是感恩世代。
愿咱得到上帝大恩，成做上帝所宠爱的囝儿。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大恩，互咱满有圣神的价值，成做咱基督徒的标志，成做咱基督徒的性质，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礼拜煞袂倒闭会。